心怀感恩，浓情谢礼。在这感恩佳节来临之际，由美国梅拉诺文化演艺、美中华人音乐家协会、海外粤剧联盟共同为大家献上这一台海外粤剧音乐会。因为心底深处的最爱，我们在海外的粤剧姐妹们一直共同努力、共同坚持、共同奉献，共同在海外传播、传承、推广、弘扬我们心爱的粤剧。感恩一切，感恩有你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海外粤剧联盟的王雅梅。在感恩节来临之际，我祝大家感恩节快乐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各位亲爱的悉尼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金美芳。身在异乡，十分想念家乡的父老乡亲。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各位粤剧爱好者们，我叫周晴，是美国洛杉矶加州粤剧中心的成员。我祝大家感恩节快乐，身体健康，永远健康。大家好，我叫董志平，我是加州粤剧中心艺术中心的成员。这趟呢，辣感恩节参加这个感恩节视频演唱，很用心。祝大家感恩节快乐，身体健康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美国中华国乐团团长向晴。一年一度的感恩节即将来临，我代表美国中华国乐团的全体同仁，感谢社会各界对我们的大力支持，恭祝大家感恩节快乐。我是美国中华国乐团陈一涵，祝大家感恩节快乐。大家好，我是美国中华国乐团的耿爽，祝大家感恩节快乐。大家好，我是 Jenny， 很高兴在感恩节之际又和大家见面了。你们今天吃火鸡了吗？回顾我在美中英协梅拉诺文化演艺集团、美国中华国乐团的这4年来的点点滴滴，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感慨和喜悦。从每周一次雷打不动、风雨无阻的排练，到舞台上万紫千红、百花齐放的表演，无不凝聚了每位团员的努力和汗水。在这里，我要感谢我们的总裁李英先生，是他给了我们每一位在海外的音乐人一个展现自己舞台的机会，并为传承中华文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。也要感谢执行总裁苏菲女士无微不至对我们每一位团队成员的关心。当然在这里我也要感谢我的父亲，是他培养了我学会了这么多的音乐和乐器。那么辉煌6年，成就6年，让我们彼此携手，创造更灿烂美好的明天。大家好，我是中华国乐团陈浩伟。念亲恩，感有恩，谢师恩，祝大家感恩节快乐。